台南的全美戏院为电影扛棒的师傅颜金发宣布讲要暂停甲全美戏院合作，双方嘛针对扛棒的产权引起纠纷。全美戏院有真侪股东，目前是要求讲要甲现在的负责人换掉，这嘛引起经营权的争议。 一透早，全美戏院经理吴俊成照起工去到戏院，准备一天的营业事前工作。因过手工画看板的师傅颜金发老师，拢会伫咧戏院对面进行创作，也变作是知名景点。不过最近颜金发和全美戏院合作结束，逼出着经营权的争议。文化局安排这个艺术驻村，我们帮他整理房子，老师就过去。老师是因为那一天在画那个他的纪录片。 跟他要一个薪资然后他不给他钱，然后他隔天要把老师的那些画作贴在墙壁那些贴纸拿掉，老师的菜心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委任因为我看板要画，我就多少钱给他画嘛，然后画完以后多少钱他东西画完给我，我钱给他，就这样而已啊。连师傅请出去成立一个在南晒图的一个工作室，就这样而已。 对着时代发展，老戏院经营无简单，逐个月开销要到100万，逐回拢倒塌。不过为着要支持理论片的电影产业文化，全美戏院是硬经的。不过全美戏院经理吴俊成却认为，戏院必须爱突破传统创新，对着时代行，加上团队和颜金发的合作无共识，必须个人行个人的。就是为了观众，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嘛。 我的使命感是这样子。其实，在老戏院现在是很难经营的，但是我们还是很稳健的，一步一脚印。不哗众不取宠，我们实实在在。在老戏院播，其实不会比做2轮差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一张票价其实100-200块，还是大有人来买单的啦，是不是？所以老戏院不是不能经营。 只是策略上要与时俱进。全美戏院的电影看板目前是由元东安戏院手工画看板的4金条师傅来接，目前是正常运作。兄弟拢讲是理念未合，未来也无排除透过法律听诉。也若这老戏院后一步，敢是会当创造新局面，或者是今日历史，这部分佫需要解决。记者综合报道。